做生意邊使日日追住啲客㗎？唔追冇客咧。嗱，我今日教你一個私域打法，玩得好，成個小區業主都自動送上門，行行業業都啱用嘅。嗱，假設你開個養生館啊，要推個398肩頸疏通套餐，好嘛？點樣私域喎下？而家係咪好多小區快遞站啊，都搞緊咩社區團購，拉咗好多業主群啦？係啊。嗱，我哋嘅第一步咧，就要借呢啲快遞站做跳板。下次你去攞快遞嘅時候，借啲同個老闆娘講，喂，近排有咩筍嘢可以團啊？落單點操作啊？嗱，之類呢啲，好自然咧，快遞站嘅老闆娘就會拉你入群啦。咁萬一你虛擬多幾個收貨地址，係咪就可以接觸到幾個快遞站啊？全部都揀自提，唔好送上門。日日去周邊啲快遞站圈個零數，唔使幾耐，附近幾個樓盤業主群你都入晒啦。識玩呢招之後咧，嗱，去晒周邊啲健身房、烘焙店、髮廊，同樣嘅打法，先令自己成為老細個客，再將佢嘅客轉化成你自己嘅客。呢招高啊！嗱，勤力啲，跑多幾個小區，各行各業都諗辦法滲透下。當你一日入得一個群咧，一個群少極都300幾人啦，一個月落嚟入咗30個群，等於成萬個潛在客戶喎。咁好嘅客渠道去邊度揾啊？係就係，不過群入邊發廣告實俾人踢喎。冷靜啲，敵不動我不動啊！嗱，第二步就係等啲客主動加你。嗱，改名就好緊要啦，即係個群釐清咧，要一句話簡明扼要咁講清楚你係做咩嘅，有咩價值。嗱，譬如講肩頸痛包緩解之周身鬆師傅，痛點幾突出啦，唔好齋寫咩推拿周師傅，一啲賣點都冇，好難記得你嘅。係喎，學到嘢。齋個名未得㗎，你仲要不斷咁去曝光自己，要經常喺個群裏邊冇嘢揾嘢嚟問，晚黑營業到幾點啊？可唔可以送貨上門啊？之類呢啲，你講嘅每一句話，貌似冇做任何廣告，但你個名就出現咗一次，就等於賣咗一次廣告。有需要嘅街坊自然會主動加你。嗱，呢個就係遠獲客。遠就幾遠，但有冇更加直接啲㗎？可以啊，咁咪需要你同個群主，亦即係嗰間店嘅老闆咧，就打好關係啦。橫掂你都去開買麵包做早餐係咪？點解唔翻屋企擺盤影靚啲，喺個群裏邊發翻個買家秀咧？嗱，表面上好似 show up 自己嘅優越感、存在感，實質上係幫老闆娘拉好評，活躍咗個群之餘，仲提升咗大家對依間麵包店嘅認同感。咁你話個老闆娘會唔會對你刮目相看咧？然之後揾次機會借啲意請老闆娘去你度免費爽翻鑊，喂，再送佢30幾張優惠券，俾佢送翻俾啲客。喂，個老闆娘唔係傻㗎，都明晒你啦。雞髀打人牙較軟係咪頭圖報你？一有機會肯定用心幫你推介。日後見你發圈推業務，分分鐘啊主動幫你轉埋入群，幫你背書，同大家講親測舒服，推介大家揾你嘅。嗱，你睇下人哋嘅魚塘都心甘情願俾你用埋，係咪好爽啊？所以邦哥成日同你哋講，做生意一定要有利他思維。你睇下成個過程，從俾快遞生意人哋做，到買人哋嘅麵包，再幫人哋活躍個群拉好評，再到請人按摩，送埋啲券俾人送客，係咪樣樣嘢都係利他幫人啊？而結果咧，你計一條數，30幾個群成萬人，大部分一定係寶媽啦。上媽族最多就係啲肩頸病痛啦，係嘛？只要好似前面我講嘅，你去用心經營下，5個寶媽總有一個揾你吧。咁就2000個客啦，一個客4嚿水，2000個客就80萬咯。扣翻鋪租啊、人工啊、燈油火蠟呢啲，賺翻間鋪嘅建店成本之餘，仲有幾十個落袋喎，爽唔爽啊？只有你幫人哋創造到價值，帶到好處俾人哋，自然就可以得到人哋嘅關照同支持。所謂得道多助，正確歸因。收到晒，邦哥。講還講，周身鬆師傅個名好鬼貼切喎。假如我做其他行業，可唔可以都幫我起翻個咁好嘅名啊？咁啊，即管你講下你做咩行業啊，我試下咯，幫得就幫。